賽。渣打冠軍暨遮打杯準備好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有馬克羅斯啦，紫色眼罩，咁啊有天滿意啊，出邊黃衫任我行啦，咁啊最出仲係隻時時精彩就黑衫嘅，咁啊至於後邊嗰3匹馬呢，黃衫就係九寶啦，響佢外邊呢，就係嗰隻喜蓮彩星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英雄嚟㗎。好啦，接近第一次終點嘅時候啦，前面帶放嘅馬有埋邊位置就馬克羅斯嚟㗎，時時精彩走咗一段呢，就慢慢拖翻住啦。咁啊任我行咧就喺呢個第3啦，第4位紫色眼罩天滿意啊，咁再後邊嘅馬仲有喜蓮彩星啊，大約喺呢個第5位啦。再後邊嗰2匹馬黃衫係九寶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咧都仲係嗰隻英雄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咧就係16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就馬克羅斯放頭啦，時時精彩一路 hold 翻住喺呢個第2位嘅。咁啊任我行第3、第4位咧就係呢隻天滿意啊，咁啊第5位咧咁啊紅衫紅帽喜蓮彩星啊，咁啊後邊2隻莫雷拉尾衣位置黃衫咧就嗰隻九寶啊，暫時殿後依然係英雄嚟㗎。好啦，對面直路嘅中段1200米嘅段柱一字長蛇陣咁樣，咁啊見到放頭嘅馬就係呢個馬克羅斯啊，咁啊時時精彩就跟住第2啦，任我行呢就第3啦，第4位仲有紫色眼罩個天滿意，咁啊再後邊第5位喜蓮彩星啦，尾二位置黃衫係嗰隻九寶啊，暫時殿後依然係呢個英雄嚟㗎。好啦，去到1000米嘅段柱啦，開始有啲變啦喎，馬克羅斯內欄放，咁啊見到任我行響外邊上嚟。時時精彩梗唔俾你冚啦，壓咗出嚟啊！咁啊再後邊嘅馬啦，咁啊出邊就天滿意啦，埋欄位置慳一啲位紅衫咧，咁啊仲有喜蓮彩星啦，九寶咁啊黃衫響尾二啊，包尾咧就係嗰隻英雄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仲係馬克羅斯佔先啊，時時精彩黑衫第2位啊，再見到第3位嘅馬，中間紫色眼罩天滿意，出邊大面箍黃衫仲係任我行啊，鬥完一輪啊，咁啊見到外邊九寶亦都拉埋出去外邊衝噶啦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時時精彩走嚟咗大個零身位嘅，咁啊見到中間呢就有天滿意，出邊啊任我行，大外檔上嚟九寶啊，鬥到嚟最後300零米，時時精彩拋嚟個零身位，任我行騎落有反應啊，中間位置仲有天滿意，再後邊啊九寶，最後100米時時精彩仲係佔先，中間天滿意，出邊任我行上緊嚟，最後50時時精彩埋邊，都好有機會蟬聯呢場遮打杯啊，時時精彩贏遮打杯跑第2名，有中間天滿意。出邊任我行好近啊，都有啲即係緊張啊、精彩啊呢場馬，以為時時精彩最後100零米，咦？好似唔係好多，係咪早段用咗呢？原來都仲有，我用，你哋都有用力嘅。中間紫色眼罩天滿意，出邊大面箍任我行，任我行都有驚喜㗎啦。至於跑第4名係九寶啊。